另外来关心的是，这花莲刚好向造大水，各界拢来送爱心。7月因为丹那市洪台受灾的台南七股西寮里呢，当地受120个里民，唔但是无物资，也搁捐50万要来救灾。另外，这日本圣公市的志工团体呢，嘛来发起捐款，11月要专工送去到花莲，来展现善的跨国捐款。 今年7月，丹那市洪开，台南七股西寮沿海上百户徛家的厝顶，互风势甲密密麻麻，因形容若像灭种共款。灾后陆续有资源入来，帮忙清理修缮，家园豆豆复原，这份温情，七股灾民藏在心肝内。这摆因看到花莲光复乡，嘛受到天灾吞噬较真严重。西寮里面自发性募款，短短2天有100几个里民响应，唔若传2台大车的物资，嘛募50万的善款。做会到加减。花莲的所在比咱遮佫较食的有够济，所以讲，阮拢大部分拢整理好啊嘛，较会迄个自发性来参加即个募款的活动。毋是讲吼，咱刻意去迄个，去人要求无。看你用哪只？对啦，安尼嘛好啦，安尼。 这人间哦，这个咱会当将这个大分散出去啦。甲因的心意用做钱，要送入去花莲灾区，唔干那七股西寮乡亲的温暖。伫日本成功市，嘛有志工团队发起花莲灾区的捐款活动，外面会当看到真侪日本人排队要捐钱。因讲当年311大地震，台湾捌帮助过日本，这份情是一世人的感恩。因按算11月会专工来台湾一抓捐这条钱。それは一重に14年前の 東日本大震災の記憶が残っていたからだと思います。あの時台湾からは多大な支援を受けました。その感謝の気持ちがまだ残ってたとい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。除了民间自发性，廉市环保局嘛出动山乡，社会局嘛调度洗身躯的车，形成善意的循环。虽然花莲灾民也搁咧面对中间的挑战，不过这份世界来的温暖，让人感受到台湾人团结做伙面对天灾。记者楚台南采访报道。